有声书啦，audio book，audio book，audio books。把这个标题复制起来，贴到自己的频道社群发布贴文，点按超连结就可以得到那个影片资料库目录哦。点按右下角媒体库，点按右上角进入自己的频道。右上角那个原图哦，这个就是频道的代表图。按社群发布贴文。关键字是 audio book 前面有加井字哈，一个单数、复数都可以。空白要注意哦，连空白也算哦，所以不要有空白啊，要检查一下。按发布，有点按超连结啊，先单数的。你看24万部影片呢，1.8万个频道里面都是有声书的，内容丰富啊。世界各国只要是西洋的，连印度的也有，可能东方文化也有，只要标题有用英文的，内容丰富啊，宝库啊，这就是宝库。